南大附小3年一度的课程博览会顶场，今年以联合国音乐发展目标作为展览主题，现场总共有40个单位，相当热烈。南大附小为了庆祝儿童节，特别办理 SDGs 永续一期向前行课程博览会。是以联合国17个永续发展目标为主题，透过今天的活动，让全校师生一起了解 SDGs 的意义，一起构思我们未来的行动策略，让永续的精神深植在我们的心中。学生以各种创意的方式制作出精美的海报，介绍 SDGs， 并设计出各种趣味、更好耍的关卡，让学校师生来体验。这是做一个模仿海洋的部分，提醒大家什么可以回收，什么不可以回收，不要再往海洋里面丢东西，保持海洋的整洁，让生物可以繁衍后代，让海洋的生物可以一直永续下去。打击性别偏见，然后我们我们会在上面有写字，然后要把那些带有女性偏见，比方说奴隶的奴这些，或是然后奴隶的奴把它打掉这样。学生关注在课程博览会当中，唔哪介绍 SDGs 的相关知识，也向参观者提出，希望有更多人会当参与到音乐发展的行动号召。就是有海洋的，要怎么保护海洋，然后要随手捡垃圾。我们刚刚有玩那个麦块的，我们就学到哪一种是最省电的。或是哪一个对地球最好的？透过博览会，除了会当看到学生为音乐发展目标所做出的努力，同时让因了解到 SDGs 的目标以及意义。带来新闻上怀采访报道。